多谢内容讲到扫乌，警方大动作咧扫乌，要抓大尾罗麻来讲屏东去超着有乌帮小象土方甲民众业的相机像土方这件，细汉嘅查甫人专工成立一个土方工会，要求各地应尽的工程负责人拢爱加入，若无爱加入，就讲威胁，就讲逼人就范，佮要求对方爱付这个会费。所以讲，依照组织犯罪条例上办，其中7个人已经被法院来收押。等一下。员警伫铁皮厝头前等待司机准备弄门入去，警摕盾牌准备扫除乌帮。一路咧约这个歹徒，就是要甲因全部掠起来。从啥？出来啊！这是屏东市警局为着扫除乌帮集团的行动，其中阁有外口并总业真大相机得到不法所得。另外，嘛有这件暴力事件，真侪暴力集团的成员到店家直直共呛声恐吓。这是姓黄的主嫌利用土方清运工程，向各地营建工程负责人用高女部的球锤、球棒、开山刀、有电击棒，用真侪无共的方式共恐吓，造成别人的惊慌来拿保护费。临检辖内的黑帮堂口和维氏经营的场所外，并针对辖内这些绿能产业、建筑、土方工业。进行调查。专案行动期间，查到主嫌3位，共犯21位，伫街路小排案件12件77个人。屏东县警局表示，会继续执行扫乌，对乌帮的行为绝对袂有任何吞论。